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7月1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5篇，创世纪12章第10节到20节，希伯来书第5章第1节到第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献祭。献祭在现代教会的说法是奉献，大部分提到的都是在讲金钱。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如果回到圣经原始谈论献祭，其实在说的是生命。摩西律法当中规定的许多祭典都是用牲畜的生命来献祭，称为代赎者。在传统的原始宗教里面，甚至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曾经提到人们以自己的孩子儿女他们的生命来献给巴力偶像，希望借这样子能够平息偶像神明的怒气，然后就可以求取平安。这样的情形其实也发生在刚刚蒙受呼召来跟随上帝的亚伯拉罕身上。但差别的是，他献的不是儿子，因为当时候他并没有儿子，他所献的是他的妻子撒来。如果我们不太清楚的话，就会觉得很奇怪哈。我们细细的研读创世纪12章第10节到20节的记载，当亚伯拉罕第一次到达迦南地的时候呢，因为遇到严重的饥荒，就失去了信心，因而就下到埃及去了。然而他又怕被这个埃及王所杀，就要求撒来骗埃及王说她是他的妹妹，那就盼望这样子能够得到平安免死。圣经这一段记载说，迦南发生饥荒，情况非常严重，亚伯兰一直往南迁移，到了埃及，又暂时在那里居留。他们来到边界，快进入埃及的时候，亚伯兰对妻子撒来说，你是美丽的女子，埃及人看见你一定会说这是他的妻子，因此就杀害我而留下你。你要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妹妹，他们就会因你的缘故饶我的命，好好的待我。亚伯拉罕越过边界到了埃及，埃及人果真发现那女人非常美丽，有宫廷的官员看见她，就在国王的面前赞她美丽，她就被带到王宫。因为她的缘故，国王厚待亚伯兰，赐给他许多的牛、羊、驴、骆驼和奴隶。但是由于国王带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上帝就降灾，使国王和王室的人都患了可怕的疾病。于是国王把亚伯兰召来，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妹，而让我娶她呢？你的妻子在这里，带她走吧。于是国王就命令左右赶亚伯兰出境，他们就把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他所有一切都送走了。上帝也曾经为了要改掉当时代的献人生命的陋习，并且也要考验亚伯拉罕，所以就要求他要将自己的独生子以撒献给上帝。献祭在摩西的传统里面是由祭司来执行，因为他们是利未家族，是祭司亚伦的家族，就是受到拣选要来服侍上帝，并且为人来献祭赎罪的。
希伯来书第5章第1节到第6节提到了大祭司与麦基洗德的不同，因为大祭司是人所拣选的，受上帝指派的，但是本身却是软弱、常犯罪而失迷自己的。基督如同麦基洗德一样，成了永远的大祭司，为人献祭，且一次就成就。经文提到这样说道：每一个大祭司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被指定替人民侍奉上帝，为他们的罪献上礼物和祭品。大祭司自己在许多地方是软弱的，因此他能够温和地对待那些无知和犯错误的人，并且因为他自己的软弱，他不但必须为人民献祭，也必须为自己的罪献祭。没有人能够为自己取得大祭司的尊贵地位，唯有上帝选召的人才能够做大祭司，就像亚伦一样。同时，基督没有为自己争取做大祭司的尊贵地位，相反的，上帝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今天我做你的父亲。又在另外一处说，你要照麦基洗德系列永远做祭司。耶稣基督成为了世人的献祭，使人因为他的代赎的恩典而得到永恒的生命。诗篇15篇：上主啊，谁可以进你的圣殿？谁可以居住在你的圣山喜安？就是行为正直，凡是顺从上帝的人。他说话真诚，不毁谤人，他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不造谣重伤邻居。他轻视犯罪作恶的人，尊重敬畏上主的人。他不惜因履行诺言吃亏，他借钱给人，不索取利息，也不受贿赂来陷害无辜。做这样的事的人永不失败。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救恩，让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十架的恩典来蒙赦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定地相信，并且走在主的道路上，来得到主救恩，并且愿意以全生命来服侍上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